腓立比書3章12至21節。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，已經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穌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們，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標竿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。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，總要存這樣的心。若在什麼事上存別樣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。然而我們到了什麼地步，就當照着什麼地步行。弟兄們，你們要一同效法我，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，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。我屢次告訴你們，現在又流淚的告訴你們，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，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，專以地上的事為念。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，並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。他要按着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，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，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。